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菜卷做公益，大事喜无三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四分享的鹅粽鱼。即版是加码鹅粽鱼吼，2337顺利开出37个，恭喜有得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12月初5，拜五，有几套版咯，要分享给各位朋友参考。即版是鹅粽鱼，咱对10月25开始，6期一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吼，固定6期一届。第4期21减11 10加526 1026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26个。27减11 16加532 1632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32个。26减11 15加531 1531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15个。28减11 17加533 1733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17个。33减11 22加538 2238下5期1、2、3、4、5开22个。33减11 22加538 2238下5期1、2、3、4、5。这就是12月初5拜五要用的2238鹅粽鱼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嘛是加码的鹅粽鱼，咱对8月14开始，14月开第3期，顶5期1、2、3、4、5，第5期34减21 13减1 33 133314月6期1、2、3、4。5、6开33个。9月1814月第3期，顶5期1、2、3、4、5。
34减21 13减1 33 13 33一数的日期1 2 3 4 5 6开3个。9月26一数的第3期顶5期1 2 3 4 5第5期22减21 01减1 21 01 21一数的日期1 2 3 4 5 6开21个。10月13一数的第3期顶5期1 2 3 4 5第5期34减21 13减1 33 13 33一数的日期1 2 34 5 6开3个。11月28一数的第3期顶5期1 2 3 4 5第5期37减21 16减1 36 16 36一数的日期1 2 3 4 5 6这个是12月初5拜5要用的。16 36二种伊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孤枝，咱今仔日来分享2版孤枝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咱对10月13开始，空白的开第1期，顶2期1 2第3期24减2 22第6期1 2 3。4 5 6开22个。10月23空白的第1期顶2期1 2第3期3 0减2 28空白的空白的下日期1 2 3 4 5 6开28个。28个去读到版头。10月24空白的第1期顶2期1 2第3期2 0减2 18空白的下日期1 2 3 4 5 6开18个。11月初1空白的第1期顶2期1 2第3期28减2 26空白的下日期1 2 3 4 5 6开26个。11月28空白的第1期顶2期1 2第3期26減2 24
空8个下6支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个是12月初5拜5要用的历史。5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这版是阶梯版的5支，好，咱对于11月初5开始，7支一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固定7支一届。版头1四减9、05下5支1、2、3、4、5，开05的。20减9、11下5支1、2、3、4、5，1。28减9、19下5支1、2、3、4、5，19。36减9、27下5支1、2、3、4、5，这里是12月初5拜5要用的27、5支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记看煞，爱甲打四十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